大家好啊！我係世紀21宇田地產嘅，今日大家介紹呢個單位係位於大埔墟鄰近，好方便嘅火車站附近嘅單位。咁啊，實用面積咧係293尺，兩房嘅設計，廚房有爐頭、抽氣扇、抽油煙機。咁啊，兩間房嘅設計。戶型就相當開揚，房間有床櫃，洗手間、企缸、熱水爐。如果有興趣嘅話，俾電話我哋世紀21宇田地產啦，多謝晒。